来看国防部公布，昨规天哦，有8架厝的中共军舰，佮有4架厝的海警船伫台海的附近活动。佮加上中国国防部长当军对台岛的话是讲甲真重哦。有学者是认为，应该是美国联合民国来进行演习。佮有最近哦，美国的发言，互中国的压力是愈来愈大，所以因对台海议题是非常的袂放心。接见世界和平基金会来宾，总统赖清德强调，台湾伫地缘政治中心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，指出教育啊、国际制裁的重要性。感谢世界和平基金会选择来到台湾，一起来促进教育交流、世界和平的目标，将加深台湾跟国际的连结。提升台湾的全球影响力。不过，中国一直不离威胁，国防部公布测试规天，查到8架厝的强舰加4架厝的海警船伫台海周边活动。中国国防部长当军伫新加坡香格里拉对会，将对美中台关系发表的演讲，被认为是言论比以前更加强烈。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，不断的虚化。掏空一个中国原则，正在把台湾引向险境。不过，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甲军事战略研究 NGO 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近公布一份115页报告当中，分析中国伫未来5年可能分4阶段实施无开战到接管台湾的战略。为第一阶段封锁台湾周围海空域航线，切断海底电缆者造成动乱。到第2阶段破坏美台关系，第3阶段提悬军事威胁，最后目标是签署和平协议，加建立和平委员会，来完成中国对台湾的控制。就北京来看，现在是美国的对台的动作越来越鲜明，政治操作者这方面作为一定会越来越大，军事的行动上面，它会适当管控的。学者认为，最近美国联合民国进行相关演习，迄就是伫个外交场合的发言，拢带予中国更较具体压力，互北京当局伫台海议题顶悬展现真悬的无安全感。不过，中国目前无希望破坏美中会军的军事活动，研判对台海的适度管控军事动作，继续透过政治操作来进行阵地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